主内的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主日的早起时，可以当做伙来敬拜伊。无论咱是伫教会现场，还是伫线顶，我想这拢是出自上帝互咱的恩典，出自上帝互咱的听。这段时间以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做聚会，咱彼此中间的互动，拢受到做的限制。所以我想每一摆，当咱会当参加组织，用逐款的方式组织做伙时，咱实在是爱搁较向上帝献上咱的感恩，也要恳求上帝继续保守咱台湾的疫情，通得到好的控制，互咱的生活会当早一日来恢复正常。今日是教会所定的社青主日，咱要做伙来关心社青牧区的事工甲发展。社青牧区是伫2021年初正式来开始，希望会当来帮助这带出社会的青年，互因会当做伙来学习，做伙来分享，也通过做伙来参与服侍，互因的生命会当更较成熟，会当真做下上帝心意的同工。咱拄则所看即个圣经内面的约瑟，对伊的年纪，对伊的处境来讲，其实拢真符合社青即个阶段吼。所以咱今日要用这段的经文，和咱做伙来勉励。当然嘛，无拄拄是针对社青啦，定吼。咱在座每一位，拢希望会当对咱今日所看的经文内底，得到上帝的话的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遮尔大的恩典，阮通过参加组织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领受你的话。阮即时要做伙通过你的话来得到提醒，你的帮助。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参加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阮通明白你的话，也开力将你的话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咧看创世纪的时，咱会知影，对12章开始，一直到整个创世纪的上界尾，这规大段是咧讲以色列民族几个真重要的先祖，因一生真重要的代志。这个先祖包括咱真熟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甲咱今日要分享的约瑟。约瑟的故事，咱拢非常的熟，嘛不止一长啦，因为咱今日时间有限，咱无法度读全部的经文，咱选几节，会当和咱做伙来分享。伊一生的遭遇，一生的经历，通讲是非常的戏剧性。伊对一个受爸爸疼惜的慢囝，对一个天真少年的各样的人，互人出卖，然后到真做埃及人的奴隶，也伫监牢内底真做犯人，到最后伊真做全埃及的一个宰相。我想即款的转变真正是互人想袂到，非真正用写嘛写袂出来啦，真正是非常真特别的一生的经历。咱嘛知最后约瑟伊真做整个以色列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祖，像是伊嘛真做整个民族会当延续落去一个真关键的人物。咱今日特别做伙通过约瑟的一生的故事，咱做伙来思考甲学习，要安怎将上帝放伫咱生命内底的计划，是讲放伫咱心内的迄个梦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我想咱侪人应该拢有做过梦吼。用我家己的经验来讲，大部分的梦拢做过，醒起来就袂记哩啊。若无特别写起来，大概拢是安尼。所以咱有一句话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日时你想到什么款的代志，在烦恼什么代志，暗时迄就会成做你的梦吼。有人研究，其实大部分的梦拢是即个部分啦吼。和咱日时所做的代志有关系，但是咱嘛袂当否认，有一撮梦真特别，无拄拄或是咱日时在烦恼、在看心这代志，有一撮梦有特别的意义，对咱的生命有特别的意思吼。我毋知咱有这款的经验无啦吼。我想可能一部分的人捌有这款吼，通过一个真特别的梦，还是讲一个真特别上帝的启示，互咱通明白。咱生命内底所要发生的代志，对犹太人来讲，梦是上帝向人启示真重要的一个方法。伫圣经内底，咱会当看到做这款的例，
上帝通过梦人来启示伊的心意。比如讲雅各，这雅各就是约瑟的爸爸哈。伊伫伯特利这个所在，伫梦中看见天开，有一个推天推落来，伊伫遐和上帝相拄，互伊知影上帝甲伊相甲伫地。比如讲但以理，上帝特别的恩赐，互伊会当明白梦的意思，会当替人来解梦。约瑟这是新约内底耶稣的永辈约瑟，上帝通过梦，互伊知影要发生伫伊的身上，发生伫伊的家庭内面，这真重要。上帝所要做的代志，这几个博士来看耶稣的这几个博士，上帝也伫梦内底甲因讲，互因知影希律王的计谋，互因会当换别条路转去。非常的咧，拢互咱看到上帝通过梦，人来启示伊的意思，互人知影要安怎来做。所以犹太人因会真重视、真看重这个梦背后的意义。咱若看这几段圣经内底关系约瑟的这个记述，咱会发现约瑟伊的一生其实和梦这件代志拢分袂开，拢有真密切的关系。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内底有讲到，约瑟伫真少年17岁时，伊就做2个梦。后来伊互关伫监牢内底。伊和伊做伙关的这个酒政、督邦长，伊嘛拢有做梦。当时的法老王又愿做一个伊无法度、家己无法度明白的梦，也到后来，约瑟伊为着酒政、为着这个督邦长，也为着法老来解梦。所以约瑟的一生，通讲拢是和梦有真重要的关系哈。我想对约瑟的一生，伊所做的这个梦，也是和梦有关系这个代志，嘛，互咱知影。所有的代志其实毋是偶然来发生，所有的代志其实拢伫上帝计划，拢伫上帝掌管内面。所以上帝会当将这个做事，通过梦，通过各款的方式来人来启示。咱来转来看咱今日的经文，咱会发现经文讲到约瑟细汉的约瑟17岁嘛无介细汉约瑟做这个梦的时。圣经并无直接讲这个梦是出自上帝，但是咱若看规段经文，对整个故事的结局来看，咱会当真清楚知影，约瑟所做的这2个梦，就是上帝予伊的一个启示，关系伊将来人生的境遇，也大声来显明将来所要发生这个代志。上帝伫咱的信仰内底，咱相信上帝是人性命的主宰。是创造咱的主，所以我想伊通过各款的方式，咱启示伊对咱生命的计划，对咱生命的安排。我想这是咱会当理解的，也会当了解的。上帝伊所用启示的方式有几种？第一种可能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内面，真明显用梦来人来启示。有当时上帝是通过咱身躯边的人所讲的话。也是咱所看的册内底所讲的话，来甲咱提醒，来甲咱启示。甚至搁较侪时阵，伊是通过伫咱读经、灵修、祈祷内底感动来咱启示。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咱可能有一个感觉约瑟一生有遮尔啊侪梦，做遮尔啊侪重要的梦，成做一生的方向。那咧上帝是毋是会通过梦，甲咱讲咱的一生？我毋敢讲完全袂啦，但是我想，这个比率会加真少啦，为什么呢？因为伫迄个时代，旧约的迄个时代，因也无完整的圣经，也无完整上帝的启示，所以梦成做上帝启示一个真重要的途径，一个方法。但咱即马已经有圣经，上帝要对咱讲的话，其实拢已经记伫内面，咱若愿意读圣经，愿意了解上帝的话。其实咱会当真侪了解上帝对咱的生命的计划是啥款。有人安尼讲圣经那就是咱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啦咱若去买一台举例来讲咱若去买一台做新的冰箱功能做侪做先进的冰箱买，但要开始用之前，咱会做啥物动作？咱会先甲咱的说明书摕出来看卖伊惊操作毋对去，怎用害去我想咱的人生有当时嘛不止啊复杂，
不只做这代志要注意所以咱会当将圣经、将上帝这本对咱生命讲话的圣经，放伫咱的心内。那安尼要对咱的人生要安怎来行，要安怎来走向，我想会有真大一个帮助。通过读圣经，上帝要启示咱，就亲像伫早时伊侪用梦来侪人来启示共款。我想这是咱会当来学习啦早时上帝用梦来启示人，即马上帝用圣经用伊的话来启示咱，伊对咱生命的计划。对于咱所读的大大的经文内底，咱会当看到上帝对约瑟的生命有真美好的一个计划。当然，这计划嘛真特别可能毋是逐个人拢有这款的计划。同款，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计划，也拢伫上帝的手中，也拢伫上帝的手中。箴言16章的第9节安尼讲：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但是上主引带伊的脚步，这真清楚甲咱讲，就是时阵咱感觉人生是咱家己咧控制咧安排，但是无拄是安尼。但是当咱回头看时，咱会发现其实上帝伫咱人生的每一个路站，拢有伊的美好的安排咱来当更较侪了解上帝的计划，那咱的人生会当更较好，行伫上帝爱咱行的道路顶面。接续咱就要做伙来看约瑟伫伊的一生内底，伊伫伊的生活内底有啥物款的信仰的表现，通互上帝对伊一生的计划会当来一步一步来实现。第一，咱要做伙来看，咱咧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咱会发现一个足关键的词叫做上主甲约瑟同在，上帝和约瑟同在。这个词。上帝甲约瑟同在，就是约瑟伊会当事事拢会当顺利，凡事拢会当顺利，上介大一个原因。咱会当参考第39章的第2节到以及21节。咱伫咱的职场，伫咱的生活内底，咱会当时时有上主、有上帝甲咱同在。那安尼咱就有智慧会当去面对逐款的困难甲挑战。那安尼要安怎互上帝常常甲咱三个同在？大心就是咱爱愿意主动来亲近上帝雅各书第4章的第8节安尼讲：恁亲近上帝，上帝就要亲近你。所以当咱愿意亲近上帝，愿意常常读圣经，明白上帝的话时，愿意常常祈祷，和上帝有一个好的沟通、好的连接的时，那安尼上帝的应允要常常甲咱三个伫地，互咱有快乐。伫咱人生所面对逐款的困难内面，诚做咱的帮助，诚做咱的祝福。对约瑟的身躯顶，咱通看到，一个人只有和上帝有好的连接，伊才有可能表现出一个好的品行，才会当有一个正确的行动。有一句话讲：人若无伫上帝的内面，那呢伊就会落伫世界的内底。意思讲，人的生命内底，若是无上帝的话，无上帝的真理，诚做咱的引带，诚做咱的帮助。那呢，咱就真容易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牵去，行伫上帝无一定欢喜的道路顶面。所以这真重要，常常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要帮助咱会当有主的同在，伫咱面对逐款的困难挑战的时，会当常常来得胜到存。第二，咱要做伙来学习。约瑟伊会当坚持伊的信仰甲原则。咱对经文内底，咱当看到约瑟伊无论伫波提法的厝里，也是伫监牢内底，伊真特别，拢会当得到别人的信任，得到比伊较悬伊的主管的信任。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周围的人拢感觉会出，哇，这个约瑟无共款。伊做代志真有原则，有一个对上帝来的帮助，上帝来的快乐甲同在。约瑟因为坚持信仰的原则，真勇敢来承担做责任。更较重要是，伊无做迄个毋对的代志，伊知影这件代志毋对，伊就袂去做。所以伊因为安尼会当得到做人的信任。虽然伫真无好的环境内底，总是上帝有愿通过安尼来诚做伊的帮助。所以真
大的一个，咱通学习的，就是伫逐款的困难内底坚持信用的原则，做对的代志，若是毋对的代志，咱就拒绝去做。但是对经文内底，像是咱嘛看到，当咱要坚持咱的信用，坚持咱做代志的原则的时，其实有当时是爱付出代价。约瑟有付出代价无？约瑟因为无爱做这个毋对的代志吼，这主人的某要来甲引诱，因为无爱妥协，所以因为安尼去用诬告，去用落伫家人，这是伊付上的代价。伫困难来的时，约瑟伊选择犹原坚持伊的信用，坚持伊的原则。那呢，咱嘛爱想看觅，若是咱拄到即款的困难的时，咱要选择什么？是要继续坚持付上代价，还是咱选择妥协，放弃咱的原则？约瑟因为会当坚持信用，所以最后毋但伊家己得到上帝祝福。更较重要是别人嘛，因为安尼来得到祝福。我想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学习。无论伫咱的工作职场内底，伫咱的生活内底，坚持做对的代志，也是讲倒边来讲，坚持无爱去做迄个毋对、真明显毋对的代志。这有当时并毋是真简单，有当时可能咱来面对整个群体的压力，但是当咱愿意安尼坚持的时，对约瑟的例，咱会当看出来，上帝的最后甲伊相甲同在，互伊虽然伫真大困难内底，总是会当得到上帝的引带。所以咱若是伫咱的职场顶面，伫咱的生活内面，拄着即款的困难挑战的时，我想咱搁爱较济来恳求上帝引带开路，通互咱有智慧、有能力来面对这个挑战，会当得到突破。第三咱看约瑟伊是一个会当凡事拢尊上主最大、尊上帝最大的一个人。对约瑟的几项表现，咱要做伙来看，做伙来学习。第一，约瑟伊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伊无高举家己，伊是甲荣耀归予上帝，来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咱会通看40章的第8节、41章的16节。40章的第8节安尼讲，伊讲解梦的能力是上帝所赐的。这是伊对酒政、对迄个督邦长咧讲的。当约瑟替因解梦了后，约瑟无讲哇，这是我做牛，我做有能力，我会当替恁解梦。毋是，约瑟真清楚知影，这是上帝予伊的能力。约瑟后来面对法老要替伊解梦的时，约瑟嘛安尼讲41章的16节，伊讲。王啊，我家己袂晓解梦，但是上帝会互你平安的解说。约瑟拢真清楚表明，会当解梦，会当知影梦的意思，毋是出伫我的脑，出伫我的能力，是完全出伫上帝。我想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信用的功课因为人通常伫成功顺利的时，就真够去高估家己，袂记得一切拢是出伫上帝。咱若看圣经内底真侪即款的例大卫王伫啥物款的情境下面来失败？伊失败的是国家上界强盛、上界强，感觉家己做成功做牛的时，咱若会记得大卫迄阵起来做一件代志讲我的国家遮尔啊强，我要来算看觅啊，我的国家内底到底有偌济人会当去战争，有偌济军队这就是要高估家己的能力，高估家己的牛，骄傲。互人失败对约瑟的身躯顶，咱看到一个谦卑顺服的人，知影这是出自上帝，毋是我家己的牛第二，约瑟咱会当来学习伊会当专心来信靠听候经文讲约瑟伊是17岁时受卖去到埃及伊正做宰相的时是30岁。这10几冬内底这个时间内底，其实毋是一帆风顺，其实是最困难、最挑战爱去面对。但是伫这段内底，伊并无放弃，伊愿意用信心倚靠上帝，专心来听候，无放弃，无埋怨。
伫咧面对困难的时，上惊就是咱无愿意面对，倒撇用歹怨的话来面对吼。那呢，其实无法度帮助咱伫即项代志内底有成长、有学习。约瑟伊真无共款，伫遮困难内底，伊拢专心来听候上帝。我想这表现出伊对上帝有全然的信心、全然的倚靠，知影上帝伫逐款的境遇内底，拢会当引带带领。所以咱嘛会当做伙来学习，伫咱的人生，伫咱的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困难来的时，莫一开始就埋怨，莫一开始就放弃。会记得有缘，这代志拢伫上帝安排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吼，讲困难搁安怎大，嘛袂比咱的上帝较大。会记得上帝要成做咱人生的帮助甲快乐。咱当做伙来学习，约瑟伫困难内底，有缘会当信靠，会当听候。第三约瑟伊会向尊主最大，对第三件代志，咱嘛会当看出来，就是伊愿意注目伫上帝，注目伫主。伊会向用信用的眼光来看所拄着的一切，愿意用宽容、用原谅来对待遐个歹款待家己的人。伫咱今日所读的第三段的经文50章的19到20节，这是约瑟的哥哥来对伊讲话了后，约瑟的一个回答这件代志是发生伫约瑟的爸爸雅各死去了后，伊这兄哥心内有一个真大的烦恼啦讲爸爸还伫的时，可能约瑟是看爸爸的面子无和咱计较，即摆爸爸死去可能约瑟可能会因为咱早前对伊遐尔啊歹，甲伊出卖歹款待伊来甲咱报复，所以这兄哥去甲伊讲真侪话约瑟就用19节、20节即个话来甲因回答，讲我袂当代替上帝，恁进前是对我歹无毋对对我有歹意思，但是上帝将即个歹来换做好。上帝通过即件出卖，通过即件歹款待人的代志，得到成做咱整个民族得救的一个机会。所以约瑟伊会向用信用的眼光来看伊生命内底所拄着这个代志。伊虽然有理由、有能力会当报复，但是伊有愿选择原谅。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当咱愿意原谅别人，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其实嘛是互咱家己有一条路通行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伫咱真熟的一段经文，罗马书第8章的28节安尼讲：咱知上帝互万项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就是依照家己的旨意呼召的人，拢得到利益。伫万项事顶面，拢有上帝好的意思。虽然暂时咱可能无法度完全明白。但是咱有即款的信心，会当注目伫上帝，无干那注目伫咱所拄着的困难顶面。咱要伫即个过程内底，会当来学习、来成长，也得到上帝的帮助。咱若是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啦，来总结约瑟伊的一生，就是因跟上帝也利益人，伊将一切荣耀归予上帝。人通过伊知影，哇，这位上帝是值得阿乐的上帝。像是嘛，通过安尼，通过伊的性命，真做人的祝福甲帮助。我想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学习的一个性命的款式无拄拄是干那写清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安尼学习伫咱的生活内底有一个因跟上帝利益人的表现。我想通过安尼，上帝的名要得到高举。上帝要得到应该有的荣光。伫咱的北部的教会有一个咱所会当亲身体会到一个例，就是马街今年是咱咧纪念马街来台湾宣教150周年的纪念。马街伊就是一个用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真努力来活出因跟上帝利益人的生命，一个真好的例。伊伫28岁时领受上帝呼召，成做宣教师来到台湾。伫台湾拢总29冬的时间，一直到伊生命的落尾，死伫台湾，待伫台湾这个土地，从伊生命超过一半的时间，放伫这个所在，上个宝贵的时间拢献予这个土地，
献予上帝呼召伊爱来完成的使命。我想马街就是诚做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一个真好的地。通过学习约瑟、学习马街，会当诚做一个因跟上帝利益人的人。我想这特别达成耶稣伫新约圣经内底有甲咱讲的，咱爱诚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即款的勉励，爱咱会当发挥咱正面的影响力。当咱愿意安尼学习的时，阮相信，毋但咱家己要得到上帝祝福，得到帮助，相时做人也要因为安尼来得到帮助。愿上帝放伫咱生命内底，迄个美好的计划，会当伫咱每一日的生活内底，通来实行出来。也通过咱的生命，咱会当诚做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下面我也小可来分享社青牧区成立了后，阮的使命甲目标咱会当做伙来了解。社青牧区的使命，就是希望会当实际参与教会逐款的事工甲菩萨，互生命甲能力会当哪来哪成熟成长，会当诚做下上帝心意的同工。第二就是凝聚外展外来服侍的这能力，当投入弱势群体服务的工作，会当诚做互人蒙福、互人受到祝福的一个群体。第三，也会当为着教会来培养后一代服侍的同工。咱等下有一个影片，咱会当看社青的同工其实最已经拢投入伫教会逐款无共款的事工的服侍啦也通过这服侍我相信因要哪来哪成长。当然，少年人因的服侍，有当时抑搁伫咧学习，还未完全成熟的阶段我嘛请咱爱互因较侪的机会，较侪的包容啦互因有一个学习进步的空间互因伫尝试伫这个过程内底会当哪来哪进步目标那么照成员因的需求来设计活动甲讲座。无论伫职场伫因的婚姻、感情在几个方面真关心的代志方面，当诚做因真实际的帮助。希望通过小组的聚会甲活动来建立关系和凝聚力，当做伙来分享、学习甲成长。第三，会当培养社青，诚做会当承担责任，会当勇敢来勇于认识勇敢来承担责任同工。这是社青牧区的使命甲目标，也请咱做伙来关心，侪侪来鼓励咱的社青，会当继续向这个目标来跑走。接下有一个团部委员会为阮所准备一个短短影片来介绍社青牧区的几个小组，希望咱会当做伙来看，做伙来关心。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大家好，我们是双联社青 I Believe 小组。I Believe， 我相信天父爱我，我是他宝贝的孩子。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I Believe， 我相信圣灵时刻的引导、帮助、陪伴，转化我的生命。I believe， 我相信教会就是神子民的聚集，而小组是我们属灵的家。I believe， 我相信要一个人走，不如一群人一起走，会走得更久、更远、更好。因此 I believe， 我相信我们要宣扬大使命，实践大诫命，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小组生活。社青牧区欢迎你。我是新手相连小组的小组长杨开文。我们新手相连小组的重责大任就是服侍教会的盲朋友，让盲朋友可以顺利的抵达教会参与礼拜，礼拜结束后也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我们在小组的时间，我们大家会透过生活上及工作上的大大小小事情来彼此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份信仰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生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新手相连小组，并成为盲朋友的好朋友。我是新副的小组长新化。新副小组呢，其实还蛮常会被大家误会，说是是不是只有新婚夫妇才可以参加的小组？但其实不是，我们呢主要是取自于圣经，就是希望呢能够成为上帝全然而美丽的新娘，就是一起荣耀神，然后敬拜神。如果呢你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很欢迎你可以参加新副小组哦，我在小组等你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社青男女小组，我是小组长友人。我们的聚会时间呢是每个礼拜结束的10点半到12点，地点在109的教室。但是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在线上聚会。如果有兴趣的呢，也可以来询问，那我们会给你我们的聚会连结，那你就可以依照这个聚会连结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线上小组。那我们的小组的成员呢，最主要是偏向于你已经出社会大概2到3年了，你在职场上有一些经验，那你有一些想要再跟我们聊聊关于职场上面的信仰问题，甚至是一些在信仰上面生成的一些关系的问题，都很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一起分享牧师的信息跟上帝的爱，欢迎你。这是社青牧区的4个小组吼，因聚会时间原则上因是会做伙参加第2场花季的礼拜3，因会做伙有一段聚会的时间吼。你若是社青这个年龄层的吼，欢迎你会当来加入。若是你已经无伫这个年龄层其实我嘛真需要你。你若伫职场上有真好的经验，会当和面来分享，来成做因的帮助吼。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社青牧区帮助这青年人会当咱来欣赏，咱来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同工。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会当通过你的话，你的提醒甲帮助，恳求你也赏赐阮有对你来智慧，对你来教育的气力，会当将你所对阮讲的，伫阮的生活内底来实践，来行出来。也通过阮的生命，会当来引荐你的名，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所以特别将社青的牧区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祝福每一位青年人。伫年轻的时，就会当因为认捌你，结连伫你，会当帮助因一世人成做你所欢喜、你所使用的同工。搁一届将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祝福阮，引带带领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